今仔日透早，台北捷运一台板南线的列车，车厢内底玻璃隔板熊熊破去，涂骹拢是碎玻璃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台北捷运表示讲，这隔板是安全玻璃，可能是去受到环境温度的变化影响，或者是长期使用出现必损才会发生意外。目前已经安排列车检修，后续嘛会展开全面的调查。 袂少旅客若是忝爱困，定伫坐车的时阵，甲头壳靠伫边仔东方休困。不过，即款的做法以后爱多多来注意咯。车厢内底崩一真大声，东方破去，碎玻璃散到规头壳，现场旅客拢惊一个。破裂的地方的左前方坐着，我这样戴耳机就听到嘣一声。如果是礼拜一的话，工业区会有很多上班族坐在那边的人，应该是会被砸伤。被破去的事故发生伫车三赛时9点外，北捷邦南线列车对永宁站开往顶部，这东方向被破去，加在事发当时车内旅客无多，优先座无侪人，现场是无人受伤。捷运公司那个玻璃是不是设计的不是很好？怎么会突然爆掉？不应该发生的，因为那是算公共危险。看起来是蛮吓人的，应该会有点担心啊，因为看照片其实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状况。 玻璃熊熊家己被破去，引起旅客不安。北捷公司讲已经接报了后，引导旅客换坐别台车，安排列车回厂登去检修更换。经检修，该片屏风为安全玻璃。经初步检视，碎裂原因应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，或长期使用刮痕导致受力不均。尽管上侪原因也等待后续的检查，也毋过甲温差变化比起来有效车推测，人客定定靠伫遐，也是行李去弄掉。长期伫玻璃楼下真有的必损，应该都是被破去的原因。裂痕你就可以想谈，它是一个源头嘛，可以，那你久了，你只要有足够的力，可以，那你去。 超过它的那个破坏应力的话，你那个裂痕就会继续长。那长到一定的程度的话，你整块玻璃它就会破掉。自爆的话几率不多啊，就是差不多只有千分之一而已啦，它不会很高啦，但是还不是说完全不会破。有专家分析，强化玻璃家己被破去的机会无悬，也个玻璃被破去进前，目睭看袂啥出来，人讲无啥物各样，就惊有任何万一，影响旅客安全。由北捷线内的全面来进行车队检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